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特别来台湾，也关税前这个美中的态度嘛，愈来愈清楚。最后时候，台积电伫今日开盘，要卡起哩到1000块，也代表汇率这边呢，代表今日早盘上关是有到30.136块，是起1.48角。美中关税战态度渐渐明确，国家美国总统川普去中东访问，带来 AI 晶片销售的消息。电子业利多等真侪项因素，15台股开盘了后有起落，早盘突破21800点了后进入整理。台积电开盘捌徛上1000块，暗过面临底线解套未压十平乌，上加落到993块。在这个最近这2天，那么针对于 AI 相关产业题材的利多，其实是连发不断。那在这个利多的环境当中，却出现了一些利多不涨的一个现象，再加上这个成交量放大到4000亿，显现出短期大户的这个筹码不稳定的一个状态。专家点出，短期来利多消息出现大幅出回状况，和台股起价的势面有较窄。另外，美国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加的速度放慢，美金指数有较落，台票15早盘上悬升关到30.136块，起1.48角。新台币的汇市里面，它是一个所谓的急升值的一个行情，所以其实相当程度的是限缩了热钱流进来的一个规模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新台币有急升没有错，而且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升值，但是流进来台湾的这个热钱其实是相当程度被限缩掉。第一个呢是今天晚上公布美国的零售销售，那零售销售好的话，大家会期待这个美国需求其实没有原本想象那么差。第二个呢是稍晚一点也有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谈话，那如果他持续的跟市场消毒，因为对美元会有支撑。对电脑店开幕剩无几天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嘛受邀请19会来演讲，无排除15到台湾了后，会甲台积电等厂商展开会面，佫会为顶下手的供应链带来新一波成长的局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